自后2025年7月2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以色列所仰慕的王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撒母耳记》上卷第9章第10到27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撒母耳记》上卷第9章。有一个便雅悯支族的人，叫做基士，是阿伯的囝，谢罗的孙，比格拉的曾孙，阿菲亚的元孙，伊是好野人。伊有一个囝叫做扫罗，勇壮佮英俊。以色列人无一个会当甲伊比，伊比别人较悬一粒头。扫罗的老爸基士碰见几若只女母，基士甲扫罗讲：“你带一个仆人去找遐个女仔。”因行透以法莲山区、沙利沙地区、沙林地区，后来到便雅悯地区，拢找无。因到苏弗地区的时，扫罗甲伊的仆人讲：“咱转来去，若无，老爸无烦恼如，煞烦恼咱。”仆人讲：“等下，这个庄舍有一个上帝重用的人，受大家敬重，伊所讲的拢会实现。咱来去找伊，无定着伊会甲咱指示去倒位找女。”扫罗甲仆人讲：“咱若要去见伊，有啥物通送伊？咱第仔来已经无食物，嘛无礼物通送迄个上帝重用的人，咱还有啥物无？”仆人阁应扫罗：“我有一块细块银仔，通送互迄个上帝重用的人，请伊甲咱讲，伫倒位会找着女仔。”以前以色列人要求问上帝，话讲：“咱来去找先见。”较早的先见，今仔日叫做先知。扫罗甲仆人讲：“好，咱来去。”因就去上帝重用的人住的城。因上山坪要入城的时，拄着几若个查某囡仔出来要抢水，就问因：“先见有伫遮无？”查某囡仔应讲：“有，伊伫遮，拄伫恁头前，紧去。伊今仔日拄好来即个城，要伫山头段为民众献祭。恁一个入城，伫伊还未上山头段食祭物以前，会找着伊，因为民众袂当先食，着等伊祝福祭物了后，受请的人才会当食。恁即阵去，就会找着伊。”扫罗甲伊的仆人就继续行，因要入城的时，撒母耳拄拄往因行来，要出城去山头段。扫罗还未到的前一日，上主已经甲撒母耳启示讲：“明仔载即个时阵，我要找一个人对便雅悯地区来你遮，你着甲伊抹油，设立伊做我的子民，以色列的统治者。伊会救我的子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我有看到我的子民的困苦，听到因哀求的声。”撒母耳一下看到扫罗，上主就对伊讲：“这个就是我甲你讲要治理我的子民迄个人。”扫罗伫城门内行我，撒母耳甲伊问：“请问先见的厝伫倒位？”撒母耳应扫罗讲：“我就是先见，你先上去山头段，今仔日恁要甲我做伙食饭，明仔早起我会送你转去。你伫烦恼的代志，我会甲你讲。你3日前碰见遐个女仔，你毋免烦恼，已经找着啦。以色列人所伫较无的是甚物人？敢毋是你甲恁老爸的家族？”
扫罗应讲：我是便雅悯人，属以色列人上细的支族。阮家族阁是便雅悯支族中上细。你哪甲我讲遮话？撒母耳带扫罗甲伊的仆人入去客厅，互因伫所请的人中间坐大位。所请的人客大约有30个。撒母耳甲主治的讲：我交代你收起来迄份通捧出来。主治就将特选的大腿捧出来，下伫扫罗面前。撒母耳讲：这份是为着你留的，请你食。伫我邀请人客的时，就有先准备，留到这个时阵。迄日，扫罗就甲撒母耳做伙食。因对山头段落来入城，撒母耳甲扫罗伫厝顶讲话。透早天曝光的时，扫罗还伫厝顶伫困。撒母耳叫伊起来，我送你倒去。扫罗就起来，伊甲撒母耳两人出去外面。因行到城的角头，撒母耳甲扫罗讲，叫仆人先去，仆人就去。撒母耳阁讲，踮遮小等一下，我要甲你传达上帝的话。以色列所仰慕的王，以色列得要迎来历史上第一位王。互人真好奇，上帝竞选的王究竟着具备倒一寡条件呢？伫叙述者的描述中，得要出场的这位王扫罗，出身伫有钱有地位的家族。叙述者刻意形容扫罗是一位英俊的少年家，比其他以色列人搁较悬大，搁较英俊。悬大、好野，缘投是真侪人梦寐以求的对象。假使若会晓体贴善解人意，安尼就搁较完美。伫谱写以色列历史为时代意义的这一刻，咱看见一个清新、面貌俊美的少年人。带着老爸的托付，四界走找胖健的女仔，行遍山间乡里，却可寻袂着，所以伊甲仆人讲：咱转来去，若无老爸无烦恼如，煞烦恼咱。对即句话，通看出扫罗是一个负责任、搁大心的少年人。毋若安尼，当仆人提议寻求先见协助的时，伊还捌人情世故提出，咱若要去见伊，有啥物通送伊？假使互即个人来做王，应该是袂歹才对。果然，上主早就已经竞选扫罗，搁吩咐甲扫罗卡牛的撒母耳，甲伊抹油，设立伊做以色列的第一位王。伫文字的铺陈中，叙述者借由敲找走失的驴群，介绍扫罗的出场，搁巧妙地安排扫罗的仆人参占引线，伫关键时刻扮演辅助者。就伫扫罗得要放弃之际，这名仆人引带伊找求先见的帮赞，搁贡献家己的小银币，做赠送互先见撒母耳的见面礼。当扫罗和仆人拄着撒母耳，撒母耳就邀请因两人做伙食饭，然后带着试探性的语气对扫罗讲：以色列人所底较无的是甚物人？敢毋是你甲恁老爸的家族？这句话原文是用两个疑问句陈述，一
亲像中文和合本的翻译，以色列众人所仰望的是一水呢，兼毋是仰望你和你老爸全家嘛？扫罗听到撒母耳甲伊和伊的家族抬举甲遐尼悬，马上回应：我是便雅悯人，属以色列人上细的支族。阮家族阁是便雅悯支族中上细，你哪甲我讲这话？扫罗的回答透露两种信息：谦卑也是自卑。扫罗谦称伊和家族拢是微不足道的，乍看之下，互人感觉伊确实是谦卑的。伫圣经面前毋敢高举家己，若将故事脉络往后延伸，当撒母耳伫政支派中摇签选出扫罗的时，众人却遍找伊袂着。求问上主了后，才知影伊秘点伫行李堆后面，有人甲伊救出来，发现伊比所有人较悬一粒头。一位家世良好、官大英俊，阁互先知抹油设立做王的少年人，怎样会立起来呢？伊若是谦卑，哪会搁伫一阵妇女大发？扫罗杀死千大笔，杀死万的时，恼羞成怒，要杀大笔泄愤呢？这位王的反应上急，值得细究。袂想，上帝无亲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上帝是看内心。上帝无亲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上帝是看内心。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上帝，你是监察人的心的主，我的心思意念拢伫你的眼中受察看，求你帮助我时刻定睛仰望你，袂跌到偏离你的道路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